中华分园。地理位置，分园乡徛伫中华县东北边，八卦山坪东边的所在，南接南投市，北边连中华市，西边有花坛乡、大川乡甲园林市做隔壁，东边甲南投县草屯镇、雾峰区甲乌日区界界。分园受到地理的影响，是南投、中华甲台中三县市的地界，地理位置真罕见。马路溪是分园乡主要的行水区域，溪为南向北流，流过下家路西边，流到竹林村北边。分园乡的开拓拢是为这条溪流开始。乡名的由来，根据传说，伫清朝的时，当地有做事人种薰草，有一群所种的薰草是红色，这是制作鸦片粉的原料，所以分园地号名此时发生。客人庄嘉兴村的薰仔间，为20世纪凊头就起古种薰仔，薰仔间到今也阁保存真完整，互种薰仔的历史带阮搁再起行。红氏洋楼历史建筑是1928年伫下家路起造的西洋楼，因为迄时阵红氏亲族来分园开垦的时间头尾有争差，为着要互所有红姓拢会当搁较团结，伫洋楼正面顶悬刻红红呈现红姓，会当搁较彰显红氏家族的权威。大埔社以前鹿港泉州生理人捌做鹿港大埔社的单港商队，为鹿港到埔里社，沿路会经过分园乡的房坎、旧社、社口、县庄4个庄头，到即马还阁一喙传一耳，唱着长山过台湾，鹿港大埔社，山珍海味万项齐，大盐送礼卫生外的歌谣。社口旧街社口伫古早是为中华到洪雅族巴路社的门喙口，单港商队沿路经过分园，会伫社口旧街休困。旧街内底食的、用的物件太多价，免惊无地食、无地买。虽望社口即马是分园乡上细地庄头，毋过乡级机关拢徛伫遮。宝藏市创立300几年来，香火旺盛，已经成做地方的中心信仰。庙寺后壁靠八卦山山脉，山顶水泉甘甜，地域广阔高压贴。民国74年，内政部评定公告做县城第3级古迹。宝藏市主神福赛妈祖，甲鹿港龙山寺、南投碧山岩、田中镇清水岩、花坛乡虎山岩齐名，俗称三岩两寺。九角头迎天宫是分园乡100年历史的了境活动，伫逐冬旧历正月初9，玉皇大帝万寿，由九角头轮流来办迎天宫，记载乡民的宗教信仰甲对文化的记录。同安村上公寺是一间佛教道场，大德村福清宫是在地土地公做守护神。这间宫伫139线较偏僻的所在，所以庙方会提供泡面予过路的人食一个粗饱。
民众甲负责泡面土地公。好汉将军庙伫1853年迄当时，来分园开垦的漳州人甲泉州人，定定为着抢土地甲水，煞相拍发生伤亡。为着要感念遮个为地方牺牲的人，伫社口村起一间好汉庙祭拜，会加入永清宫历史悠久，服侍先天上帝，诚做在地信仰中心。花的分园，大水古道，先民伫古早山脚发现一条规年透天拢有水的溪沟仔，为着要解决生活食水的问题，伫呛水头的水源头弄井。毋过当时交通无利便，山路良约用石头砌一条路，为这条路行去，会当看到种真侪丛油桐树。当年油桐花若开，诚做是赏花的好所在。黄花红铃木，大路头逐冬3月金黄色的花蕊，相带伫两边青冷冷的田花边，灿烂的景致，互人无共款的感受。分园三宝，台湾米粉的故乡伫分园饭仔坑，属伫山峦地形的基坎。一世纪饭仔树生甲旺，饭仔木材会当做器具，做船介出名。组团的水粉不流好入喙，品牌行销全世界。除了米粉，也个奶汁甲旺来，乌叶仔、糯米、玉荷包，加贵味的奶汁，大粒清甜，肉厚骨 Q。伫八卦山脉山峦红土种的金钻，芳水甲芳果的旺来，芳果甜，产量上济，介有经济的价值。夜站进前是分园乡旧卫生所，伫2022年整修完成，内底有简单脚踏车补给配备，不时举办展览，提供游客上好的休困服务甲展览表演的空间。分园庄一场是日治时期的旧公所来整建，时间久长的年代展现分园的风华，是地方的生活馆甲文化展现的场所。好食食，肉圆代代相传好滋味，是在地人推荐的点心档。路底骹是社口街仔的一方老店，猪骹芳果 Q 块块，有古早的好滋味。溪头村中南路一段有几若间古早味烧肉粽店头，人客时常考入入，会当讲是观光兼食肉粽。接过人尾仔拢诚做老主顾。进分社区采用手工甲在地好食的材料，做出下味阁有人情味的进分米香、雅芳羊肉炉甲鸡仔饼，产品足侪项、足侪款。进分村新福成豆油是经营3代，甲利用传统的方法结豆油，品牌诚出名。大埔村永良製油廠行過一甲子，頭家堅持用傳統冷壓的方法製造品質一道讚的好油。清頂鵝母採用天然的挺母菜，閣用上新科技甲古法煉製的保健食品，會加入無名臭豆腐。在地經營數十年，現點現錢，逐工下晡2點半開始賣。
是在地人的好滋味。大埔村用大豆皮下奶汁、柠檬茶来煮豆乳，做豆皮甲豆包，芳气拢有够。佚佗的好所在，步步花市内底有宽阔的花园所在，互人客自由选买盆栽、花草，搁设囡仔咧耍的沙地、厝厝仔。园区内底嘛会当啉咖啡，提供休闲空间，真合大人囡仔做伙来耍。古早街休闲农场本地是饲鸡的鸡场，落尾仔用家己饲的鸡做料理，澎湃的在地农特产品是彰化正出名的景点。